讓我教大家如何使用 e 帳戶服務。首先下載建行港澳手機應用程式，選擇 e 帳戶服務，然後選擇開立戶口，閱讀及同意條款及細則已開始身份核實。第一步，身份證驗證，閱讀驗證身份證須知條款及細則。拍攝時應手持身份證嘅邊緣，不要遮擋身份證上嘅任何資料。注意四周光線要充足，避免在陰暗或雜亂嘅背景拍攝，確保身份證嘅影像清晰，不反光、不失焦、不模糊。然後按照指示慢慢向右、向左轉動身份證。拍攝後，身份證上嘅資料會自動輸入。如果資料正確，便可以按下一步。第二步，自拍驗證。請除下帽子、太陽眼鏡、耳環等飾物，以免遮擋面部，包括耳朵。將手機維持在視線水平，確保面部於圓框內，四周保留少量空間。然後按照隨機指示進行拍攝。你可以跟住指示慢慢進行拍攝，每個動作最長限時10秒。第三步，輸入個人資料，手機及電子郵箱會即時收到一次性專用密碼。輸入專用密碼後，可以繼續輸入其他資料。再設定網上銀行嘅登入名稱及密碼，然後按確認，你嘅申請會成功遞交。你將會透過手機短信及電郵同日收到申請編號及結果。如果需要開立證券買賣戶口，請先確保收妥本行經電郵或短信通知你嘅 e 帳戶服務申請結果，再按前往申請，繼續完成證券買賣戶口嘅開立流程。請仔細閱讀及同意所有條款及細則。按指示上載有效嘅住址證明文件，包括近3個月內由政府部門或機構發出資訊件、公用事業帳單或認可機構發出之月結單，而且必須與已登記嘅住宅地址相同。再按指示填寫及遞交投資評估問卷後，閱讀相關之重要注意事項，並按立即申請提交你嘅證券買賣戶口申請。你嘅證券買賣戶口申請完成。建行亞洲 e 帳戶服務，自助開戶快捷無界限。中國建設銀行亞洲。